之前160萬，而家總計100萬就可以攞低市中心最靚嘅湖景太平層啊！你冇聽錯，係天花板級別嘅8米嘅陽台睇出去咧，就係無遮擋嘅湖景，整個環湖跑道都有4公里哈！咁靚嘅餐客廳位置，客廳開間可以見到6米闊，哇晒，層高3米，南北通雙陽台，呢邊係次陽台，6人嘅餐位。半開放式嘅廚房，裏邊廚房嘅電器仲有中央空調送晒俾你。入門口係公共衛生間，仲有書房嘅位置，書房都係景觀窗。再次感受下咁靚嘅陽台，仲有客廳先。首期3萬蚊，月供大概係4000蚊左右有啦。你睇書房位置、客房都係全面睇湖景嘅哈，主人房一排到頂嘅大衣櫃。270度嘅飄窗，睇咁靚嘅湖景，有直達返香港嘅業主樓巴，去到荃灣、東涌、旺角，仲有1蚊雞巴士就可以直達到拱北口岸，因為我哋小區係巴士總站啊，唔使你行好遠。